大家好。近期投資市場嘅關注焦點唔再圍繞關稅戰，反而轉為聚焦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嘅情況。美國近呢幾個月嘅就業數據遠差過市場預期，投資者憧憬聯儲局將會加快減息支持經濟，為金融市場注入新嘅動力。同大家分享 OCBC 華僑銀行財富管理專家團隊嘅睇法。專家團隊認為，美國疲弱嘅就業數據印證咗美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劇嘅觀點。美國就業數據接連令到市場失望。8月非農新增職位只有22,000個，遠低過市場預期嘅超過7萬個。之前嘅數據亦都向下修訂。6月嘅職位修訂去到減少13,000個，係自2020年疫情以嚟首次出現就業人數下跌。過去4個月嘅平均新增職位亦都只有27,000個，明顯低過年初平均超過10萬個嘅數字。同時，8月失業率上升去到4.3%，係2021年以嚟嘅最高位，反映勞動市場需求減弱。美國勞工市場轉差，將會促使聯儲局喺今年加快減息。聯儲局主席鮑威爾8月份喺全球央行行長年會上發表鴿派言論，鬆口承認美國就業市場嘅下行風險加劇，強化咗市場對於減息嘅預期。雖然美國核心通脹仍然高於央行2%嘅目標，但鑑於就業數據持續疲弱，專家團隊預測聯儲局減息嘅步伐將會加快。最新預期今年將會減息3次，時間點分別係9月、10月同埋12月，各減息25個基點。2025年底聯邦基金利率將會降至到3.5%至到3.75%。隨住美國加入其他主要央行嘅減息行列，相信可以緩解經濟增長放緩嘅壓力，但係關稅嘅影響仍然係不容忽視。專家團隊預期，高額關稅所帶嚟嘅供應衝擊，將會導致今年美國經濟增長大幅放緩去到1.6%。至於歐洲，年初至今嘅經濟活動展現出超乎預期嘅韌性。歐洲央行同埋英倫銀行先後多次減息，為經濟提供支撐。專家團隊繼續預測，2025年歐元區 GDP 增長將會較去年略為加快去到1.1%。同時上調英國經濟增長嘅預測，去到1.4%。不過，由於通脹居高不下，將會限制歐洲央行進一步減息。投資者需要關注下半年經濟動力轉弱嘅風險。全球金融環境放寬，加上美國國債孳息率下跌，係利好風險資產嘅重要因素。專家團隊喺戰術性資產配置中維持風險偏好立場，繼續整體增持股票。主要地區當中分別增持歐洲同埋亞洲、日本除外股票，睇好受惠政策支持、較低嘅估值以及係企業盈利前景改善。固定收益方面，專家團隊認為市場已經消化咗大部分嘅風險溢價，繼續採取防禦性策略，偏好違約風險較低嘅優質債券，對存續期保持中性立場。鑑於今年嘅經濟前景同時存在上行同埋下行嘅風險，投資者應該維持投資組合嘅多元化同埋抗風險能力。今次嘅分享嚟到呢度，大家敬請留意片尾部分 OCBC 華僑銀行香港就短片嘅免責聲明。如果對有關免責聲明嘅內容有任何問題，可以同我哋聯絡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。